今年因为要放这年假有6天爱补班补课，引起民众反弹。行政院人事总处就要调整方案，以后呢，这过年前一天，还有清明、及冬节长假期会甲调整做年假以外，其他的假期拢袂啊。那安尼先做，明年有4个年假，只有一届爱补班补课。民众休年假是真欢喜，不过若补班就面有面结。今年补班日有甲6天，引起部分民众的反弹。行政院决定有春秋来调整休困的范围，为目前应该放假的纪念日甲节日，调整做围炉前一天，儿童节甲清明。补上班的关节，由目前提早伫前一礼拜六调整做迄礼拜或者是下一礼拜六，来落实一礼拜休2天。经过重整相关部会的意见，认为国人最重视的民俗节日农历除夕及春节，民族扫墓节则具有慎终追远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意涵。以2024年做例，敢若有2月初8，围炉前一天是大型休假。今年度敢若2月17拜六爱补班，亲像开国纪念日，2月23年12月30到2024年1月初1，拢总有3天的年假。儿童节、清明拄着拜4拜5，唔免调整。4月初4到4月初7，拢总4天的年假。五日节6月初8到6月初10，嘛有3天的年假。年度总休困的时间是115天，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拢总有4个。应该还可以了，对啊，就是先苦后甘或先甘后苦问题。但是希望假很多，然后也不要补班啊。个人而言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补班吧，起码我上了班还能连在一起放假。补班日为2023年6天，2024年变做敢若剩1天。不过这嘛代表明年的中秋、双十节，虽然是伫拜2、拜4，不过拢无休年假。根据统计，未来5年除了2026年无调整休假甲补上班的情形以外，其他的年度拢是调整一届，拢是伫围炉的前一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